比特幣係其中一隻建基於區塊鏈嘅加密貨幣，亦都係第一隻真正意義上嘅加密貨幣。所以佢同其他近年新興嘅加密貨幣唔同，例如以太幣或者 Solana， 佢哋除咗支付功能之外，仲有好多建基於區塊鏈技術嘅應用延伸。而比特幣嘅設計就係一種去中心化嘅電子貨幣，佢專注於支付功能或者叫做貨幣嘅功能。比特幣亦都係目前世界上最廣泛受到認同嘅加密貨幣。雖然目前香港比較少見到地方係收 Bitcoin， 但係喺世界各地已經廣泛咁樣受商戶同埋金融機構接受。例如 Starbucks、Microsoft 都係接受消費者用比特幣去俾錢嘅，又或者匯款嘅市場上邊，利用比特幣匯款，無論佢嘅速度定費用都完勝傳統嘅電匯。全球使用加密貨幣人口由2016年嘅500萬上升到2025年預估係去到9億人，短短10年間上升179倍。而比特幣嘅價值亦都由2016年嘅430蚊美金上升到最近創下歷史新高109026蚊美金，升咗超過253倍。無論從全世界政府嘅政策角度定商業角度出發，未來加密貨幣一定會越嚟越普及。歐盟喺2023年通過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法案，促進加密貨幣喺歐盟市場嘅應用。特朗普當選之後，承諾會放寬對加密貨幣行業嘅監管。美國嘅 SEC 亦都重新啟動加密貨幣監管工作組，為美國嘅加密貨幣市場喺創新同埋投資者保護之間取得一個監管平衡。而從商業角度出發，試幻想下你係 Microsoft 嘅 sales team 大佬，以往啲零售客戶買 Microsoft 嘅 service 可能係經 Visa 信用卡俾錢啦。當消費者碌卡俾錢嗰一下，需要經發卡銀行扣錢，再經 Visa 結算，再經銀行收錢，再等銀行入翻錢落 Microsoft 個袋度。先唔好講當中嘅手續費，平均需要2.24%，仲要等一堆中介金融機構結算、處理、防詐騙、防盜、防洗黑錢，等翻一頭半個月先可以實際拎到手。而用比特幣收錢呢，比特幣或者其他加密貨幣出發點就要消除晒中間嘅金融中介，人同人之間點對點直接俾錢，就好似你拎住張100蚊紙直接塞落我銀包度咁樣。只要你將比特幣喺自己銀包度轉去 Microsoft 收錢個銀包度，經過區塊鏈驗證，你銀包真係有呢一筆錢，冇2次雙重支付，就會立即馬上將錢轉去 Microsoft 個銀包度，真係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而 Bitcoin 做交易嘅費用，亦即係 gas fee，只係1蚊美金。不論喺時間上定金錢上嘅考慮，如果你係商家，你要選擇邊一種收錢方法呢？而呢一個情景亦都同樣可以套用喺跨境匯款、現實嘅小額交易、朋友之間嘅過錢。除此之外，就係經區塊鏈交易加密貨幣，基本上係唔會出現盜用信用卡呢一啲事。喺區塊鏈上邊，冇人可以冒認你嘅身份或者盜用你嘅銀包。點解呢？咁就要了解下比特幣或者加密貨幣點樣去驗證做每一筆交易嘅人嘅身份。每一個人喺比特幣呢一條區塊鏈上面都有一個戶口，係儲存你嘅比特幣嘅，叫做比特幣地址 （Bitcoin address）。可以幻想佢係一個有鎖嘅信箱，就好似你屋企嘅信箱咁樣。每一個信箱咧都有個地址嘅。現實世界入邊，你嘅信箱可能寫住沙田正街10號2樓3室啦。而你區塊鏈嘅信箱地址需要用公約去計算出嚟，都係一串哈希值嚟嘅。公約即係全世界都可以睇到揾到信息。如果有人想俾錢你，就要填你用公約計出嚟嘅地址寫落去，啲錢先會知道送去邊度，入到你嘅信箱。如果你想俾錢人，同樣都要話俾人知嗰啲錢喺邊個信箱走出嚟，一樣要填呢個公約嘅。如果你想打開個信箱拎錢，咁要鎖匙噶嘛，條鎖匙就叫私約，因為每個人都知你嘅信箱地址喺邊度。如果你條私約俾人知道咧，你就玩完啦。咁就其他人可以打開你個信箱拎晒啲錢走。但係只要你好好咁樣保管條私約，係冇人可以拎得走信箱入邊嘅錢嘅。我哋假設你想將一粒比特幣喺香港轉去俾身處加拿大嘅老婆，嗱，前提當然係你老婆都要有一個收 Bitcoin 嘅地址啦，即係信箱啦。當你要發起一筆交易嘅時候，實際上一條交易信息要寫落區塊鏈度，要包含4樣嘢。第一樣信息就係你而家呢個信箱入邊要用嘅呢一筆錢係嚟自邊個交易嘅呢？因為區塊鏈係一個超大型嘅分散式賬簿，每一筆交易都要同上一筆交易串聯起，先可以驗證到你呢一筆錢係咪真實存在嘅。佢就幫你指向翻，例如係3個月前人哋過錢俾你個區塊度，睇下嗰個區塊入邊呢一筆交易係咪真嘅，而且係冇被篡改嘅。第二樣信息就係你而家要用嘅呢一筆錢係嚟自上一筆交易嘅邊一粒 Bitcoin 呢？第三樣嘅信息就係你嘅公約啦，就好似你用銀行過數一樣嘅道理，你都要寫邊個戶口過去邊個戶口噶嘛。如果連啲錢邊一個戶口勾出嚟都唔寫嘅話，咁我哋喺邊度扣啲錢呢？嗱，頭呢3樣信息，你打開個區塊鏈咧，可以揾到千萬條信息抄落嚟，因為全部都公開透明噶嘛。咁點樣先可以驗證到我真係用緊我信箱入邊啲錢去交易呢？就係最重要第4樣信息，就係電子簽名
電子簽名係基於你嘅信箱係私鑰，利用密碼學生成嘅一個簽名嚟，證明呢一筆交易係由呢個信箱嘅持有人發起。因為如果你冇個信箱嘅鎖匙，即係嗰條私鑰，你冇可能生成多條有效嘅電子簽名出嚟。當你嘅交易信息等待密封加密打包寫入去區塊鏈嘅時候，嗰啲挖礦嘅礦工就係通過計算哈希值去驗證上面嗰4條信息係咪有效，你用嘅錢係咪真係你寫嗰個區塊一筆有效嘅交易去你嘅信箱度嘅呢？你個信箱係咪真係有錢嘅呢？我真係有錢。咁今次呢筆交易係咪由個信箱嘅持有人發起嘅呢？對埋個電子簽名，真係你發起要轉錢出去 ，OK 驗證通過。再加埋你寫呢筆交易要轉去邊個信箱，即係收款人嗰個地址，同埋你要轉幾多錢過去，呢一筆交易信息就會永久咁樣寫落區塊鏈入邊。每一個人都可以公開透明咁樣睇到 Henry 呢條粉腸喺2025年3月4號由1234567呢信箱轉咗1粒 Bitcoin 去9876543呢信箱度，而佢呢一粒 Bitcoin 係喺2024年11月31號由306-24700呢信箱轉入去嘅。如果你呢一筆錢係過俾個二奶嘅啦，咁你小心啲啦，因為全世界都睇到嘅。咁你加拿大個老婆就即刻收到呢筆錢啦，就可以拎翻去轉做穩定幣又好，法幣又好，留翻嚟做比特幣直接消費都可以嘅。所以你用比特幣去做交易，安全性係毋庸置疑嘅。每一分每一毫都瞓咗你信箱入邊，即係你個地址入邊啦。要動用入邊嘅錢，就必須要用私鑰去做個電子簽名驗證，而私鑰就只會掌握喺你手入邊，唔係銀行，唔係券商，唔係任何金融中介機構。你嘅錢永遠只係有你自己，或者可以話就係擁有私鑰嗰個人先可以喐到嘅。另一方面就係每一蚊屬於你嘅錢嘅動向，都係永遠不可篡改地寫咗區塊鏈上面嘅。例如 Mary 過咗500蚊俾你，你過咗200蚊俾 Vivian， 剩低300蚊喺個信箱入邊，呢啲全部都係永遠寫咗區塊鏈上面，冇人可以改到嘅。到你個孫50年後，屎忽痕查下區塊鏈，睇下你銀包嘅記錄，咦爺爺邊個係 Vivian 啊？嫲嫲唔係叫 Mary 咩？嗱，咁你係瀨嘢啦，兄弟。如果你啲錢擺銀行度，佢倒閉或者 block 你 account， 你永遠都睇唔到記錄。你有幾多錢呢？任佢講嘅。嗱，當然正常都唔會啦，因為我哋信任政府、信任銀行啊嘛。但係區塊鏈嘅優勢就係你唔需要相信任何人，冇人可以操控到真正屬於你嘅資產同埋每一個記錄嘅。但係講到咁安全、咁可靠，係咪區塊鏈真係冇可能被篡改呢？嗱，唔係嘅，係有可能嘅，只係個機會非常非常細，而且極之高難度嘅。大家記唔記得新嘅區塊係點樣扣落去原本已經驗證咗完整嘅區塊鏈上邊呢？就係新嘅區塊包含指定時間內嘅所有交易信息，然後密封加密，經過礦工嘅驗證，全部資訊正確，鬥快計算到個哈希值出嚟，就會將新嘅區塊扣落區塊鏈上邊，然後就永遠唔可以篡改啊嘛。但係如果有人可以掌握咗成個區塊鏈網絡超過50% 計算能力，佢就可以控制成個區塊鏈嘅共識機制，從而修改交易記錄，俗稱雙花攻擊，即係可以1蚊用2次或者更加多次。的確曾經係有加密貨幣受到雙花攻擊嘅。喺2018年，當時全球第26大加密貨幣比特幣、黃金遭受到雙花攻擊，係造成幾千萬美元嘅損失嘅。2019年 ETC 即係以太坊經典，亦都遭受雙花攻擊，係損失過百萬美金嘅。但係呢一個情況通常出現喺規模較細區塊鏈上邊，以比特幣嘅規模，要掌握全網50% 以上嘅運算力，基本上係冇可能嘅。所以揀一條安全嘅區塊鏈去使用係非常之重要嘅。而 Bitcoin 當然就係大家首選啦。HashKey 係香港嘅持牌加密貨幣交易所，受證監會監管嘅。佢係有提供100% 熱錢包資產保險，經 HashKey 可以安全同埋可靠咁樣投資比特幣。有興趣咧可以了解多啲。經 Henry 我開戶，仲有豐富嘅額外迎新添，可以去下面 info box 睇下。記得密切留意我哋下一集嘅內容，會同大家詳細分析以太幣同埋以太坊嘅原理同埋運作。